各位澳門嘅朋友大家好，我係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嘅 Amy。好多人都覺得大屋裝修係最輕鬆啦，橫掂都大把位，咁點搞都得啦，係咪？其實就大錯啊！大屋咧設計反而更加考慮功夫喎。如果你唔規劃好咧，分分鐘咧會嘥晒啲位，亦都好唔實用。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大屋裝修嘅5大核心設計原則，跟住嚟做咧，保證你唔會走冤枉路喎。第一，功能先行原則，度身訂造生活場景。大屋咧最驚就係嘥晒啲空間，同埋咧可能會好混亂，所以第一步一定要根據家庭成員嘅生活習慣、人數同需求，精準咁劃分功能區域。譬如好似有啲3代同堂咁啦，長輩房咧就要設喺低層或者係近樓梯位，方便出入喎。咁小朋友房除咗床之外咧，最好就預留一啲學習區同遊戲區。咁主人房就一定要夠私密啦，配埋衣帽間、套房、浴室同埋書房。仲有動線設計其實係好關鍵㗎，由大門入屋到客廳、廚房、睡房，行嘅路線咧要順暢自然，就唔使兜嚟兜去啊嘛。好似你買完餸就直接攞入廚房啦，客廳同飯廳相連。咁你請親朋戚友食飯嘅時候咧，出餸啊或者招呼咧都會方便啲嘅。另外咧，大單位成日都會遇到好多死角位，譬如啲走廊尾啊，咁千祈唔好嘥，可以做一啲展示櫃嘅。好多時咧，男主人咧都中意砌模型噶，呢個時候咧，嗰啲死角位啊，哇，即刻可以變成一個展示區，大大咁滿足佢嘅成就感啊。而第二，比例協調原則，避免大而無當喎。即係話咧，好似啲大屋嘅空間好闊啦，咁所以有時咧做家私啊或者做裝修嘅風格尺寸咧都會比例唔協調咗啊，有時會搞到好似好亂咁。所以揀家私嘅時候咧，千祈唔好貪大喎。例如客廳梳化，唔好一味追求超大型，要根據翻客廳嘅面積同樓底高去選擇啲合適嘅梳化，可能係 L 型梳化或者啲 combination 嘅梳化，亦都要留啲足夠嘅空間。可能飯廳餐台可以係大圓台啦，或者係長形台啦，都要配合同佢嘅氣派嘅餐台啦，避免出現大台細凳嘅尷尬。而另外，天花板啊、牆身同埋地面嘅裝修咧都有講求整體協調嘅，牆面裝飾畫鏡面嘅大細咧都係掛喺啲唔同嘅高度咧，都要配合翻空間嘅設計嘅，咁先可以提升成間屋嘅格調噶嘛。第三，隱藏收納原則，大單位都要收埋啲雜物噶，以為大單位唔使受收納啊，咁就唔啱啦。屋企越大咧，其實你雜物就會越買越多噶啦。收納設計一定要喺提前規劃啊，而且要隱形化。首先咧，充分利用牆面同頂高嘅空間，設計到頂嘅儲物櫃。入門口位置可以做多啲多功能嘅鞋櫃啦。除咗放鞋之外咧，可以預留啲地方擺外套啦、背包、雨遮嗰啲收納位。衣帽間咧用多層嘅掛衣杆、拉抽式嘅櫃桶同埋層板，將衣物啊、首飾咧分門別類咁樣放好。咁電視櫃、書櫃盡量做嵌入式嘅設計，表面平整又唔會嘥晒啲位，亦都會保持啲空間嘅清潔。第四，分層照明原則，營造高級嘅氛圍感。大戶型空間大，單靠一個主燈照明咧點會夠呢？一定要做到分層次照明。第一層係基礎照明，例如客廳裝大型水晶嘅吊燈或者吸頂燈，或者均勻咁整體嘅光線啦。第二層咧就係重點照明啦，用投射燈突出牆上嘅藝術品、書架或者係台燈、壁燈，可以去做一個閱讀區。第三層就係裝飾照明啦，用隱藏式嘅線性燈帶勾畫出天花嘅輪廓，或者櫃裏邊裝啲感應燈，增加空間嘅層次感。第五啦，細節質感原則，提升居住體驗。大屋細設計咧，其實細節就決定咗你嘅成敗噶啦。材料選擇咧，真係唔好貪平，最緊要係襟用、高質感嘅建材。譬如地面，我哋可以鋪一啲天然嘅大理石，或者比較高級啲嘅實用地板，內磨又有質感。牆身嘅塗料咧，就揀啲環保冇味啦、易清潔嘅款式。而浴室同廚房揀防水防潮嘅磚啊，或者建材，減少後期嘅維修煩惱。
大屋裝修真係唔簡單㗎，但係只要跟住以上呢5大設計原則咧，再加上我哋 Shadow 嘅專業設計師幫手，就一定可以打造出一個實用、體面又貼心嘅理想家居。如果有需要就快啲聯絡我哋啦，我哋有專業嘅團隊，由規劃到落地全程跟進，幫你輕鬆裝修冇煩惱。下次見啦，拜拜。